凭什么天上有歌，把心变化不散角，丢留给我？是需要时间磨，原本只是在心里一念之隔，也非不看破，一切都有我，不对他终身说不出我，一定还是有何不可？我要救你出别！大圣，这是我的尾巴！大圣，太对不起，你不是紫霞？坏了，你遇到我姐姐了。我们只要赶着她以前的把半妖抓住，然后呢，用半妖当做诱饵去引诱饵以后，就可以抓到她。玉帝大人，琉璃盏碎了，我宁愿自刎，也不要在这人间受罪。玉帝大人，我以为你抛弃我了呢。你呀，好歹也是我的心腹之人，我这次特地从天上下来，就是要给你指条明路。晚了，什么晚了？我的脑袋现在笨得跟木鱼一样，我再也不是原来的卷帘大将了，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。想必你还不知道吧？啊，那天把你贬下凡间，你的智慧就让王母娘娘给拿走了。没智慧了，没智慧了，再也回不了天庭了。玉帝大人，求你赐我一死！哼！行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一个叫唐三藏的人。我不去，我现在已经是妖怪了，我要自甘堕落。真想不到，你原来是这样的货色。哼！哎，哼！哎，哼！看着我！现在在你面前只有2条路：第一，继续在流沙河当妖，每7日挨受一次万箭穿心之苦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但是第2件，你可以继续去找唐三藏，护送他一路西天取经，顺便把你的智慧拿回来。那么可以官复原职，重新回到天庭吗？这自然要比你以前强得多呀。真的？嗯。那我选择第2条。哎，玉帝大人，唐三藏长什么样子啊？唇红齿白，能说会道。能说。玉帝大人，玉帝大人，玉帝大人，你再多说点啊！天底下就没有比他再能说的人了。原来玉帝是想让我先贬后升，故意出此计谋。原来我在玉帝心中的位置还是很重要的。对了，你的降妖宝杖差点忘了给你了，接住，我扔下来了。
你现在不住在天庭了，把你的造型改一改，换一个接地气的吧。是。坐。今天晚上你就好好看着他，交给你了啊。今天晚上？对啊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看着他，千万别让他给跑了。哎，还有啊，不要靠近那个红色的池子，那个是净血岩浆，仙家要是靠近的话，法力会尽失的。是，明白了。我这个项圈我带着，只要你一跑远，我的铃铛就会响，这是对你的惩罚。明白了。兄弟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哼，我呢，知道你现在被这个乾坤锁绑得特别的不舒服。我虽然不能给你解开，但是我能找人给你解开的。哼，你不信我也很正常。但是因为刚才你帮了我，我至尊宝呢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。你既然帮了我，我就一定要回馈于你。所以你不妨信我一下呀。哼。你不相信我也很正常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刚才捉你的那个人呢，叫紫霞仙子，她等会儿呢就会精神分裂变成另一个人，那就是青霞仙子。他们俩呢是一个就特别有仇恨的人，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点挑拨他们的关系，然后呢让青霞把你的乾坤锁解开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谁救你啊？我这叫自救。但是，又能救你又能救我，这属于什么？这叫双赢。具体怎么做？你在这鬼鬼祟祟干嘛？紫霞那个贱人呢？青霞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好久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什么时候跟你有瓜葛了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都是因为紫霞这个贱人，给我往脖子上放了这么个破玩意儿，还逼我给她做苦力。这个是紫霞那个小贱人给你挂的？没错，就是紫霞那个小贱人给我带的。我知道你很想抓住她，我可以帮你。有什么条件啊？只要你帮我把这个项圈解开，我就可以自由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就可以帮你找到紫霞，抓住她。然后呢，月光宝盒拿来给我就行了。我凭什么信你呀？再说月光宝盒到底在哪？就在你身上揣着呢。我身上？我身上什么时候揣着宝？就是这个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这个月光宝盒呢，本来就是它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月光宝盒原本就是属于我的东西，紫霞给拿走了，你又给抢走了，干嘛抢来抢去的？还不如还给我。想得美。行，那你能不能先把我这个项圈解开？好了，现在它就是个普通的项圈了。完美，漂亮。你赶紧告诉我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抓住紫霞那个小贱人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至尊宝，你有病啊！主人，我因为看这个半妖，现在精神有点恍惚，一整晚都没合眼睡过觉，特别的辛苦，所以我可能有点精神恍惚，请您原谅。乖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主人，你知不知道，
他就凭着他会隐身的这个功能，一直引来你去想要逃跑。我被他折腾了好几次，我都快累死了。我甚至还有几次有生命危险。真的吗？我骗你干什么？那这样的话，不是很辛苦，而且还很危险啊。主人，你说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在他的身上，只要一有点声音呢，咱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动向那种？铃啊！对，铃铛，铃铛！哇塞！不行，这个对你来说太重要，怎么能够睡？哎，不行，为了你，我把它带来。主人，你对我真好。哼哼，就先这样吧。我爱你，主人。不会偷看的，我看见你了。我没偷看。看到你了！哎呀，兄弟，请问这是哪儿啊？啊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你都不知道？切！妖怪啊！妖怪啊！妖怪！妖怪！抓到你了哟！何不要你，敢在这泡妞！我先说的，我先问了你啊！我先问的你。既然如此，我先出实的呀。好，你说了，你先说。我乃天上的卷帘大将，玉帝的贴身保镖。玉帝派我在此寻找唐僧，护送他去西天取经。你呢？这么巧，我本是天庭掌管8万水军的天蓬元帅，也是玉帝派我在此等候那个姓唐的和尚，护送他去西天取经啊。哎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你个臭卷帘子的级别比我低很多哎，以后跟我讲话小一点声。另外，从辈分上来讲，我现在是你师兄。误会，知道就好。松开我啊！放手啊！师弟呀，刚刚和我一起玩躲猪猪的那几个姑娘去哪儿了？是不是你来就把她们全吓跑了？是你把他们吓跑了。胡说，我那么帅。哎，你刚才没有讲，你在天上卷着好好的帘子，为什么也被贬下凡来了？哎，甭提了，我就打碎了个琉璃盏，就那么点大碗的东西，玉帝就把我贬下凡了，你说亏不亏？你真的好亏呀！就是。哎，不过你还是没有我亏。我到现在都没有想起来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，被贬下凡来了，才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那我比你强多了，至少我不是猪。猪又怎么了？你不觉得我的造型很可爱啊？那么多女孩都喜欢我的。可爱，真可爱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重返天庭当神仙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觉得在这当妖怪挺好的呀。哎，我还是习惯天庭的生活。当妖虽然自由，但是不舒服嘛。玉帝只说，让我们在这儿等着那个姓唐的和尚，陪他一起去取经。可是我比你早来这么多天，连那个和尚的影子都没有见过。你没看着啊？没有啊。是啊，去哪儿找呢？青霞姐姐，你快出来，我好想走啊！青霞。喂，一会儿可就看你的了，先把面具藏好，千万不要戴上。反正你有了这个铃铛呢，青霞就一定会认为你是紫霞，千万不要暴露。你靠谱吗？那必须的呀。总之呢，你别把她当姐姐就行，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，晃一下你的铃铛，然后，哼，没错。人呢？你敢耍我？紫霞，紫霞，你快醒醒啊，紫霞！你搞什么鬼呀？他现在呢，特别的虚弱。这个呢，是我在藏妖峰的妖怪那儿得到的一种药水，它可以使人变得虚弱而通明。所以呢，我趁他不备的时候，偷偷给他下了药。现在他虚弱了，我才能趁机把他拴在这个地方。唉，只不过呢，他现在有点透明，你可能看不大清他。你当我是白痴吗？要么呢，你就陪我在这儿等；要么呢，你就选择相信我，省得等会儿紫霞起来了以后，法力一恢复，叭叭叭，又不好对付。是不是？你看看他手上这铃铛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？妹妹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能说话吗？唉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。我劝你乖乖跟我认个错。说不定啊，我能考虑一下原谅你。就知道你嘴硬不敢承认。我问你，当年是不是你去跟如来告我的状？好吧，我猜你也没有那个胆。你现在落在我的手上，我劝你啊，就乖乖认了吧。哎，走，别在这碍眼。剩下的事儿，就我跟他的，起来吧，是时候决一死战了。既然你们两个姐妹重逢，那我也不打扰你们啊。那个剩下事儿你们慢慢处理。站住！去哪儿啊？我看你们俩姐妹聊得那么欢。正好刚才憋了泡大便，想去拉泡屎，不知可否？我憋不住。你还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，连拉泡屎你都不让。安静。看着我的眼睛。你气场太强了，我受不了。自己的主人当然受不了了。还有。她根本就不是紫霞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样就受不了了，连这副肉身你都惧怕，何况是她的灵魂？而对于她，你勾肩搭背、动手动脚的，哪来的胆子？害怕肉身呢？
是条件反射。我主人的灵魂是非常完美、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勾肩搭背怎么了？很自然的事儿。我呸！紫霞的性格我再清楚不过了，她是不可能随便让你在她身上动手动脚的。我告诉你，真相只有一个。落在这个女魔头手中，这回死定了。就是紫霞那个小贱人，指使你要置我于死地。神逻辑，太棒了，得救了。没错，一切都是紫霞那个小贱人指使我的。我就是个宠物，是不是？我能干什么呀？除了他让我跑来跑去做点饭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的心完全是属于你的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紫霞，想不到斗来斗去，你还是要置我于死地。没想到你跟他斗来斗去，还是要置他于死地。我不会再放过你了，不会再放过你了。你说，我要怎么折磨他？是要拔他头发，还是在他脸上划2刀？那咱们先休息休息，缓一下，明天呢再过来扒了他头发，再给他揪了他舌头，走，明日再战。哎呀，我不困，我告诉你，我多1分钟我都不想等。要不是同用这副肉体，我早就自砍3刀了。砍3刀，你明天再自砍3刀。我们今天先回去行吗？差点忘了还有你。青霞姐姐，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可怜小妖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你刚叫她什么？平凡可怜小妖。平凡可怜的小妖，哪有这样的能耐？变透明，藏妖风。你是半妖？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听说你可以被人附体呀？你在干什么？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快走吧。青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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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儿呢。原来你真的存在。哼，这下我就可以通过半妖的身体，我要控制紫霞那个小贱人。哎，如果你敢跟紫霞透露半点，我就……紫霞快要醒了，那个什么至尊宝，赶紧帮我把那个半妖面具戴上，快！你今天累吗？什么？你一定很累，因为你在我心里已经跑了1整天了。哦，你爸爸是个贼吗？我没有爸爸。你有爸爸，而且一定是个贼，因为他偷了世界上最亮的星星，放进了你的双眸里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好，说点正经的。我可以跟你问个路吗？我也不知道半妖在哪。啊不，我是想问，通向你心里的路。至尊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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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怎么样？昨天半妖有没有什么异象？没有，没有。一切正常。真的吗？没错。让我看看。看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都说了多少遍，不要靠近那个净血岩浆，那里会让仙家的法力尽失的。哎，昨天我学了一个特别搞笑的笑话，那笑话你想不想听啊？你有点不太对劲。我还学了一套牛逼的拳法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有没有女人？甜蜜，你看像不像我？不是啦，是那个声音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嗨，妹妹，
好久不见呢。姐姐，他附身到那半妖身体里面去了。你不说话，没人帮你是哑巴。青霞，我知道你可能有点事儿，所以呢，我跟紫霞先行一步。啊，走吧，去紫霞。哎呦！放开！你们两姐妹果然是心有灵犀呀。妹妹，这么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那你有没有想我啊？当然，想死你了。看来都挺厉害。还给我！哼，我本以为上次你我的斗争只是一时不和，可没想到这么久没见，你竟然变本加厉，还想利用半妖来置我于死地。紫霞，你好狠的心！姐姐，是我做的我认，不是我做的，你别想让我背着黑锅。明明就是你有被害妄想症，一直想加害于我。是你才得了被害妄想症，看招！百转千回掌！哎，以和为贵啊！别打了，以和为贵。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啊！走开！哟，还真是个忠实的宠物啊！哼。春春，春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半妖之所以叫半妖，是因为它是透明的，它可以附在任何东西上面，比如树上啊、叶子上啊，包括地上。哇！我在看它有没有附体。哇塞，这么嚣张啊！那它有自己的样子吗？它不附体的时候呢，就跟人的样子一样，一般大小，是人的变体。那它好看吗？肯定没有你好看。你这小铃铛还真好用，只可惜不认主啊！紫霞，你口口声声说要找你的心上人，你的心上人在哪呢？真的是太办事头杂情，聪明一时糊涂一时，竟然要死在青霞这个女魔头手中，别伤及无辜啊你们！半妖洞，就是这儿了吧？走吧。春三使命，过来干什么？是他。我还有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等会儿再打啊。我真服了。是你吗？几日不见，变样子了，修炼成人形了嘛？休得急躁，等我发好施令再行动。我劝你拿开你这只东西，不然我就帮你废掉它。还有你谁呀？我凭什么听你发号施令啊？几日不见，你忘了是不是？我们约定好的呀！别以为你修炼成人形就得意忘形了。
小心我让你身心俱损。喂，哎呀，你干嘛？这个就是你要找的半妖吧？看起来不是很危险吗？咱们抓起来，快走吧！那两个人是变态。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谁呀？要不是春春，我怎么会认识你呢？春春又是谁？我呀。趁这个机会，我们赶紧走。走啊！等会儿，如果我们走了，庆夏现在是1对2，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你姐姐受伤？何况你现在也有伤在身，如果溜走被发现，喂，这回你记起来我了吧？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报仇是你自己的事，别把我往坑里带。哎，你就不想尝尝孙悟空的味道啊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啊，吃了他的肉，你的修为可是会大幅度增加啊。没兴趣，没兴趣。哎，你的舞步错了。哎，嗯，你也会跳舞？嘿，再来再来！想看我跳舞啊？那你就要帮我杀了孙悟空。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我们一起联手跟着孙悟空，我帮你吃掉他，为你的恩公报仇。一言为定啊！到时候你帮我杀孙悟空，我教你跳肚皮舞。我们呢就以眼神做暗号，我冲你眨眼睛，你就动手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眼神不明显。那你想怎样？这样吧，你给我跳个肚皮舞，我就知道要动手了。大庭广众之下让我给你跳肚皮舞，你可知道我春30娘的名号啊？你不给我跳肚皮舞，我就不和你联手了。肚皮舞是我们2个人的秘密，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的。我在外人面前给你跳个水袖舞怎么样？不行，就要肚皮舞。好，就肚皮舞了。这下认出我是谁了吧？你干嘛呀？喂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想背信弃义是不是啊？我们说好的啊。莫名其妙，我先杀了你这妖精！你想干嘛？你要不是半妖，你趁早说清楚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，坏我好事，懂不懂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？不要打架吗？这位女士啊，我想你跟我的春春之间呢，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但是打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不如大家啊，坐一下，喝喝茶，吃吃包，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吗？哦，要不然就是他心里有鬼啊，不然你为什么带着这张白脸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呢？以真面目示人是吧？好啊。哇，真狠啊！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是春30娘吧？你谁啊？我是白晶晶的好朋友，她有些话托我带给你。你认识晶晶？没错。
杀神，你凭什么在这指手画脚？他不是真的孙悟空。正式跟你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500年后白晶晶的丈夫，我叫至尊宝。你好，姐姐。你说你是白晶晶的丈夫？没错。也许你现在不会相信，但是过了500年之后，你就会相信。至于事情的经过呢，的确有点复杂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再跟你解释一下。干死！最好现在给我解释清楚啊！白晶晶刚刚修炼成人形，还不通人事呢，你对她做了什么？让她委身于你，你说？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500年后白晶晶的丈夫。你说你来自500年后？姐姐，你相信了吗？我相信你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一个人从500年后跑到500年前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只为寻找金晶。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。我相信你啊！我相信你是白晶晶的丈夫，那我就是玉皇大帝老婆啊！那个圣经里。你胡说些什么？说，真正孙悟空到底在哪？紫霞，你是不是连孙悟空都要跟我抢？姐姐，他真的不是孙悟空啊！贱人，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！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晶晶的。玉皇宝盒。你别过去！臭猴子，不仅伤害我感情，还敢伤害我妹妹！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女人勾引他，他才会如此负情薄义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哎，疯婆子，不要乱讲话，听见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感情这种事情啊，都是你情我愿、互相吸引的嘛。难不成当年你我缘分一场，还是你勾引我的呀？而且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碰春春一根汗毛，你就试试看。好你个薄情的臭猴子！我当初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春春呐，你小心一点，这个女人是疯子呀！孙悟空，这一路我对你怎么样？没得说呀，真是又温柔又体贴呢，不像我。哼，你可别得意太早，这臭子花心成性，满嘴谎言。哎，说什么呢？会不会说话，疯婆子？你知道为什么讨厌你了吗？汉夫！你又回来干嘛？回来干什么？救你啊！你欺负我那么久，我不得把你救出来，好好找你算个账。放开你，我会被吸进来的。吸
气什么？我又不是仙人。孙宝，你就是个狗熊笨蛋！你不要在这里逞英雄了，快走！这个结局只有两个，要么就是你死，要么就是一块儿死。你不想找你的如意郎君，我还想找我的白晶晶呢，把嘴给我闭上！雨帆。